嗱，今日咧，我哋都再嚟到咧香港，我相信係最歷史悠久嘅一個公眾人士可以有機會接觸到騎馬嘅地方，就係呢度薄扶林公眾騎術學校。而家你見到嘅咧，呢個咧係最近啱啱重新落成嘅，即係重新改建咗嘅。以往咧，其實呢度咧行入嚟，你已經見到我後邊咧就係一個好細嘅沙圈，咁好多外籍人士咧就喺度教啲細蚊仔騎馬。咁而家呢度咧，亦都可以講咧係傷健人士騎馬嘅一個訓練基地。咁啊，最早期咧就喺呢度嘅，好細嘅一個沙圈。咁而咧喺呢個位，你睇我嘅左手邊呢度，我右手邊指上去咧，呢度你一路可以行咧，行到上山頂嘅。咁啊，四通八達嘅。咁好多人咧喺呢度行山，咁亦都咧落嚟呢度咧就睇人騎馬。咁其實公眾人士，如果你啲仔仔女女啊，你都或者自己都想學騎馬咧，其實你可以嚟到呢個寫字樓咧，係做一個登記，咁咧就可以咧係接觸騎馬。咁我亦都非常之咁建議香港嘅呢一班所謂叫自己做平馬師嘅平馬人咧，希望嚟呢度登記學下騎馬，做下啲即係對馬嘅基本嘅運作操作同埋嘅知識。係對你嗰個工作嚟講咧，係事半功倍嘅。係好多呢度多數咧就係做學跳欄嘅，好細嘅嗰陣時個馬場，而家都整靚咗好多。係嗱，咁喺我後邊呢度咧，咁我而家就處身喺薄扶林華富村薄扶林。即係個山頂位嗰度位置，咁樣嘅後邊呢座古老嘅建築物咧，以前咧就係牛奶公司養牛嘅所在地啦。咁以前啲牛咧全部養晒喺呢度嘅，咁因為呢度已經有咁多畜牧喺度咧，咁所以咧馬會咧就喺佢嘅對面呢度咧就做咗呢一個嘅騎術訓練學校。咁不論嗰啲糧草啦，或者每週嗰啲獸醫嚟照顧啲馬匹咧，咁大家同一時間牛同馬都係咁樣去照顧啦。咁嗰陣時咧就變咗有一個synergy喺度協同效應，咁啊就造就咗咧就風馬牛都相及啦。